好来，继续是在地人在地情，要来讲小黄瓜。台语讲瓜仔年，有人讲娘仔瓜。虽然是一年四季拢会当来收成，也毋过若是水量、肥料甲温度，拢会当控制甲真好势，安尼收成甲品质就会好。云林的大鼻乡有一个农民刘宪邦，一年前开始来导入到一套智慧的系统，精准来控制这个落肥量甲水量，甲早期的望式种植比起来，品质甲产量拢提升3成。娘仔瓜讲起来要种真快，要不过若要种了好甲水，都是一门功夫。大鼻乡有一个青农叫刘宪邦，透过朋友介绍，利用智慧系统来照顾，唔那省时佮成功。时代咧进步啊，咱农业嘛是咧进步，就是用到这 AI， 系啊，智慧农业来做这套安尼。为了要控制肥料甲水分，刘宪邦为早期的望式的种植改做温性。唔来使控制成本，种出来瓜啊嘛加正水。现在小黄瓜开始在生长了，这样就现在它的元素就是钾要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一套，它就是可以把钾，我们就可以自然的给它调高。娘仔瓜虽然是一年四季拢会使收成，不过因为伊本身的特性，对温度甲湿度拢真敏感，有这套系统会使解决气候环境的问题。热天伊的问题就是多温高湿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啦。就是安尼病害就一直压起来。智慧的管理系统虽然讲拄开始要开一条，不过若是固定了后，就会使替农友省真济工，同时佫会使提高产量甲品质。